就是因为反送中的运动阻碍着机场的交通，这个桃园要飞香港的班机有部分来取消，包括国泰、华航等等航空公司的柜台前，拢有100外个人咧排队，要登去香港上班、上课、甲旅游的旅客是有处无路。 空服员大声告知班机取消状况，这人拢是要坐飞机到香港的乘客，因为香港反送中运动再度发起太机场行动，造成台湾飞往香港的班机取消，真侪人要去上班、上课拢无法度转去，就连要去香港转机的人，行程嘛拢受到耽误。那明天要上班吗？要上班，就来通知我们的主管，他们都说可以了。 左塔机场行动对礼拜下晡开始，瘫痪机场周边的交通，出入香港实施管制。华航周日飞香港，甲对香港飞转台湾，总共是取消8个航班，国泰是取消2个航班。这嘛，互伫航空公司柜台前900个乘客，火气拢真大。像你回复就跟我们说飞机飞走了，可是我们刚刚问他都一直说什么飞机没有飞。这早就知道了，对，你怎么可以让旅客来这边全部都慌了手脚？ 香港因为反送中的状况都变化，航空公司嘛要提醒乘客，坐飞机之前爱先看班机的资讯，嘛要遗留到香港机场的时间来应变所有突发的状况。